大家好，我係5E班嘅鄺康遠。今日我想講一下5年級說數課業3。今次嘅題目係小俊把一張長方形手工紙剪去部分後，餘下的部分如圖中所示。餘下手工紙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厘米？首先，我會先了解呢張餘下手工紙嘅圖形嘅構成。經了解後，我用嚟計算不規則多邊形嘅面積，分別係分割法同填補法。呢兩個方法都係透過將不規則圖形轉化成我哋識計面積嘅規則圖形，例如長方形、三角形、梯形。難題就變簡單啦。首先講填補法，填補法嘅核心好簡單，將不規則多邊形補一補，變成一個完整嘅規則圖形，再用呢個新圖形嘅面積減去我哋填上去嘅小圖形面積，結果就係原來多邊形嘅面積啦。舉個例子，我哋手上呢塊餘下嘅手工紙，外形唔規則，但我哋可以將佢填補成一個長18厘米、闊15厘米嘅長方形。長方形面積公式係長乘闊，所以呢個長方形面積就係18乘15等於270平方厘米。再睇下我哋填上去嘅部分，其實係一個三角形，底係18厘米，高就係長方形同手工紙嘅高度差，即15減10等於5厘米。三角形面積係底乘高除2，所以呢個三角形面積就係18乘5除2等於45平方厘米。最後用長方形面積減三角形面積，270減45就得225平方厘米。呢個就係餘下手工紙嘅面積啦。接住落嚟講分割法，分割法就係反過嚟將不規則多邊形切一切，分成2個或以上嘅規則圖形，再將各個小圖形嘅面積加起身，總和就係原圖面積。呢塊手工紙我哋可以將佢對稱分割成2個不同大小嘅梯形，分別計算2個梯形面積，再加起身就係手工紙面積啦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就唔重複計算啦。總結一下，填補法係補成大圖減小圖，分割法係分成小圖加總和，核心都係轉化成規則圖形再去計算。我遇到不規則多邊形嗰時候，會先了解圖形嘅特點，根據特點揀合適嘅方法嚟計算啦。